各位萬象之行嘅好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節目一開始，我想請你做一個動作，諗起你部手機，係啦，就係你每日都帶住最信任嗰部手機，你望住佢。依家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誠實咁答自己，你係咪真係了解嘅？我哋用嚟同仔女視訊，用嚟嘅股市，用嚟喺 Line 入邊同朋友傳早晨圖，我哋覺得佢好方便，係我哋生活嘅好幫手。但係你有冇諗過，佢可能仲有另一個身份，一個我哋完全唔知道，甚至從來冇同意過嘅身份。呢個身份就係住喺你屋企最了解你所有秘密嘅揸扒仔。我哋講你可能覺得太誇張啦，不如我講幾個真係發生咗我哋身邊嘅事。我有個朋友，佢太太前排身體唔舒服，去瞅醫生，初步懷疑係甲狀腺有冇問題，要做進一步檢查。兩公婆好擔心，夜晚就喺屋企傾呢件事，討論之後要點做。各位，佢哋真係淨係用嘴講，完全冇用手機上網查過任何資料，結果有幾恐怖。第二，朝早喺太太部手機就開始出現一大堆甲狀腺結節、內分泌保健品嘅廣告，你話係咪咁啱？仲有一個例子，我有個長輩同佢個女喺屋企計劃去日本玩，都係淨係傾偈講下想去北海道，想住民宿，想租車，結果唔使半個鐘頭，個女部手機上面所有旅遊 App 同訂房網站全部都開始推介北海道嘅行程。各位朋友，呢啲已經唔係咁啱嘅簡單，呢個係一種現代數碼監控。我哋講過嘅每一句說話，我哋嘅喜好，我哋嘅擔心，我哋會去邊，甚至我哋最私隱嘅健康狀況，都喺我哋完全唔知情之下，被部手機一點一滴嘅記錄低，之後仲要當成商品打包賣俾佢我哋根本唔識嘅公司。更恐怖嘅係，如果呢啲資料唔淨係賣俾想賺你錢嘅廣告商，而係留咗去睇虎視眈眈嘅詐騙集團手上呢，佢哋知你最近關心咩？知你啲錢擺咗喺邊？知你屋企人嘅情況？佢哋啲就可以為你度身訂造一個你根本分唔到真定假嘅騙局。我哋呢一代人辛辛苦苦打拼嘅一世，最重視就係安安穩穩嘅過日子。我哋防過賊，防過打劫，但我哋從來都冇諗過，原來最大嘅安全漏洞，竟然就係我哋自己用錢買翻嚟，日日帶嚟身邊嘅呢個好朋友。特別係我哋廣大嘅長輩朋友，手機買翻嚟，電源點樣設定，我哋就點樣用。咁其實就等於將屋企大門嘅鎖匙複製咗幾份，隨便派俾街上嘅陌生人嘅。好啦，各位朋友，聽到呢度你唔好驚，唔好慌，都唔好對手機發脾氣。我哋先深呼吸一下。啱啱講嗰啲雖然聽落好嚇人，但絕對唔係世界末日。好消息係背後通常都唔係冇咩勁嘅黑客攻擊你。問題嘅根源90%都係出喺手機入邊嗰幾個我哋從來都冇留意過嘅地方。工廠出廠嗰陣呢，其實已經幫你預設咗嘅開關開咗，就好似我哋買新樓，發展商會送埋好多家電俾你，但係有啲開關我哋根本唔知係做咩用，就冇一直開住白白咁嘅電。手機都係一樣嘅道理。今日我就好似一個熟悉水電嘅老師傅咁，帶大家揾下我哋手機入邊嘅線路，用4個最關鍵、最簡單嘅步驟，將佢一直漏水嘅閥門、一直漏電嘅開關，一個一個關實踐。你唔使識英文，亦都唔使識啲咩複雜技術，只要你識字，眼睛睇得清楚，跟住我一步一步咁，包你一定學識。等我哋一齊堂堂正正嘅將手機嘅主導權從佢大公司手上睇翻嚟，好冇？第一樣要做，而且都係最重要嘅一樣，就係先廢除手機嘅數碼身份證。好，咁我哋正式開始啦。喺動手之前，我想用一個簡單嘅比喻，等你明白點解第一步要做呢樣嘢。我哋每個人都有一張身份證，係咪？有啲身份證啦，你去到邊，政府機關、銀行都知你係邊個。手機都一樣，佢喺網絡世界入邊都有一張獨一無二嘅數碼身份證。呢樣嘢嘅正式名稱叫做廣告 ID。你用手機查啲咩資料，佢啲咩片，去咗邊度食飯呢？個行為全部都會記錄咗呢一張數碼身份證上邊。廣告公司呢，就係靠住追蹤呢張證件，先可以好似跟屁蟲咁準確咁知道你嘅喜好，然後將佢你哋都未諗過嘅廣告塞俾你。所以我哋要做嘅第一件事就係擒賊先擒王，直接將呢張身份證廢咗、銷毀咗嘅。佢哋呢張身份證，你喺網絡上大部分行為對佢哋嚟講就變咗做一個過名嘅姓嘅路人甲，咁佢自然就好難再追蹤到你啦。咁而家請你哋起部手機，我哋一齊做。如果你用緊 Android 手機，即係好似三星、Samsung、OPPO、小米、華碩呢啲牌子，係首先盡量顧主畫面揾到個齒輪圖案，叫做設定，撐入去。入咗去之後呢，畫面會有好多選項，你唔好心急，慢慢向下滑。揾到一個叫做 Google 嘅選項，通常會有個彩色之字 logo， 好易認。睇入到 Google 設定頁面之後呢，你會見到好多同你賬戶有關嘅選項呢，請你揾到個叫做廣告嘅，再駛入去。好啦，最關鍵嘅一步㗎啦，入到廣告呢個頁面，你會清楚見到兩行字，
一行係重設廣告 ID， 另一行係刪除廣告 ID。請你先嚟重設，再冇刪除。當你睇地刪除廣告 ID 嗰陣，系統會彈出一個視窗，問你係咪確定。唔好懷疑，大膽啲嘅確定。如果你用緊 iPhone 蘋果手機嘅步驟會更加簡單嘅，一樣先揾到嗰個齒輪圖案嘅設定。咁入去之後都係慢慢向下滑，揾到一個叫做私隱權與安全性嘅選項帶嚟去。入咗去之後，你應該會見到一個叫做追蹤嘅選項，佢開咗最關鍵嘅地方㗎啦。你會見到最上邊有個開關，寫住允許 App 請求追蹤。你睇下佢預設都係開咗嘅。請你毫不猶豫咁將呢個綠色開關嘅嘢變成灰色就啱啦。恭喜你做到呢一步，你就等於喺網絡上隱身咗一大半。呢一步係所有設定入邊最有效，亦都最釜底抽薪嘅一招。以後嘅廣告公司想再對你玩讀心術就冇咁容易啦。好，跟住落嚟第二招就係要將手機嘅揸爬仔功能關咗，唔好再俾佢去打小報告。搞掂咗身份證之後，下一步我哋要處理嘅就係手機入邊一個好中意扮好心嘅功能。呢個功能會同你講，為咗改進我哋嘅產品，提升服務質素，需要你同意我哋傳送手機嘅診斷資料。聽落好似好有善心嘅，係咪？好似我哋幫緊人做善事咁。但係你睇下咩叫診斷資料？講白啲就係你每日點用手機嘅使用日記。你用邊個 app 最多，邊個功能用得最耐，喺邊度信號唔好，甚至邊個 app 閃退死機嘅，呢啲咁毛算皮嘅細節，佢全部都會記低。然後等你叉電連上網嘅時候，就會打包埋一齊偷偷寄翻去蘋果或者 Google 原廠。我哋係用錢買手機嘅消費者，唔係佢哋公司嘅免費測試員啊！我哋嘅使用習慣係我哋自己嘅私隱，根本唔需要同佢哋分享。所以呢個愛達小報告嘅揸爬仔功能，我哋一定要關佢哋。用 Android 手機嘅朋友，請跟住我哋做。首先翻去手機設定，今次請你揾到安全性與私隱權呢個選項，使入去入邊，再揾一個叫做其他私隱權、攝影或者類似嘅選項。因為唔同牌子嘅手機個名可能會有啲唔同，但係關鍵字就係私隱。冇入去之後，你就會見到例如傳送診斷資料、用戶體驗計劃或者個人化服務呢啲選項，通常都係預設開佢哋，唔使客氣，全部關晒佢嘅。用 iPhone 蘋果手機嘅朋友攞過嚟都一樣。我睇翻去設定入邊嘅私隱權與安全性，今次請你直接拉到頁面最底，你會見到有個叫做分析與改進嘅選項。使入去之後，你會嚇一跳，入邊有一大堆開關，例如分享 iPhone 分析、改進 Siri 同聽寫、改進安全防護等等。我哋建議係唔使懷疑，將呢一大串開關由頭到尾一個都唔好留，全部關晒嘅。你放心，關咗呢啲嘢，完全唔會影響你部手機正常使用，打電話、上網、影相嘅功能都仲喺度。但係你就成功堵住咗一個好重要嘅私隱外泄渠道，令你部手機變得更加安靜，唔再咁多嘴。跟住第三步，要管好手機嘅眼、耳同腳，唔係人人都識得用好。我哋處理完咗身份證，即係手機，唔好再幫你打小報告啦。下一步就同我哋日常生活最有關，我哋要檢查下手機入邊嘅 app， 到底邊個有權用你手機嘅眼，即係相機、耳仔，即係咪高峰啦，仲有腳，即係定位功能啊。其實就好似我哋屋企嘢，唔係每一個房都會對客人開房，係咪先？客廳可以，但係臥室、書房呢啲比較私密嘅地方，點都唔可以俾陌生人隨便出入啦。APP 都係一樣道理。我哋安裝新 app 嘅時候，為咗方便，佢問你啲咩權限，你就一路冇同意，結果就搞到好多越權嘅情況。我舉個最簡單嘅例子，你下載一個離食譜嘅 app， 佢問你嘅網絡權限，好合理。但如果佢同時問你冇你聯絡人清單嘅權限，就真係好可疑啦。食譜 app 要我哋朋友電話做咩啫？係咪好奇怪？所以我哋要定期喺個家庭大掃除，將佢唔應該有啲權限全部收翻晒。無論你用 Android 定 iPhone 都一樣，方法都差唔多。請你入去設定入邊嘅私隱權限或者權限管理員呢個位，入咗去之後唔好逐個 APP 嘅，咁樣太叻啦。你要反過嚟由權限種類去拎。你先睇麥克風，系統就會列出所有用緊你耳仔嘅 app， 你逐過嚟。例如地圖 app 要用麥克風都可以理解，因為要語音導航嘛。但係如果個修圖 app 或者手電筒 app 咧，都要你啲麥克風權限嘅，咁佢想點啊？呢個就好可疑啦。請你即刻關咗佢嘅權限，之後你再翻去上一頁嘅相機，用同一個方法檢查所有用緊你眼睛嘅 app。最後同時最重要嘅就係個位置，檢查下邊個可以知道你嘅行蹤。例如天氣 app 要知道你大概位置都好合理嘅，但係如果一個計算機 app 都想知你哋邊，咁就完全冇道理啦。呢個動作我建議大家每隔幾個月就做一次，因為我哋成日會裝新 app， 唔知不覺嘅權限又俾人開咗，養成呢個習慣先可以確保你部手機嘅眼耳腳都實實在在掌握佢你自己手上。
最後一個動作就係要將屋企嘅危險機密徹底銷毀，永絕後患。講到呢度，我哋今日最重要嘅設定都差唔多搞掂。最後呢一步唔係設定，而係一個清理嘅動作。我哋要即喺清理手機入邊兩樣最危險嘅嘢。第一樣就係藏喺相片入邊你屋企嘅地址，呢個係好多人甚至後生仔女都會忽略咗致命漏洞。依家嘅手機相機，你影相嗰陣會自動將你當時位置嘅 GPS 坐標，即係經緯度偷偷記錄嘅相片檔案入邊，佢有幾恐怖？你以為你只係喺 LINE 群組分享一張喺屋企影嘅晚餐相，或者喺陽台影嘅一盆花，但識門路嘅人只要將呢張相下載翻嚟，用軟件一分析，就可以精準咁知道你屋企嘅地址，甚至幾號幾樓都查到。呢個等於同全世界宣佈，我就住喺呢度。你話危唔危險？所以我哋要即刻做兩件事，預防未來。依家就打開你嘅相機 APP， 入到相機嘅設定入邊，揾到位置標籤、儲存地理位置或者 GPS 資訊呢類選項，將廠關咗之後影嘅相就唔會再有呢個問題。至於補救以前嘅相，你可以攞開咗相喺詳細資料入邊嘅手動將佢移除。如果相太多，最簡單嘅方法就係以後要傳俾人哋相，特別係喺屋企影嘅，盡量用螢幕截圖嘅方式去傳，截圖出嚟嘅檔案就唔會包含位置信息。第二樣要清理嘅就係你嘅證件翻拍相。我知為咗方便呢，好多人手機入邊多多少少都存過身份證、駕駛執照、醫保卡甚至信用卡嘅翻拍相。各位朋友，呢啲咁嘅詐騙集團眼中簡直就係黃金蛋嚟，佢哋最中意嘅目標就係呢啲。但係好多人唔知，你嘅相簿度嘅刪除其實根本冇真係刪咗，只係掉咗去一個叫做垃圾桶嘅地方啫。所以對於呢啲最重要嘅個人資料，我哋一定要徹底粉碎。第一步，先去相簿度將呢啲證件箱全部揾出嚟，佢刪除。第二步都係最關鍵嘅一步，你一定要去揾到相簿入邊嘅垃圾桶或者最近刪除呢個資料夾，入去之後再睇一次入邊嘅相，睇落去永久刪除或者徹底刪除嗰個掣。記住一定要做埋第二步先至真係安全。呢個就好似我哋處理重要文件，唔可以淨係搓成一團就掉咗，一定要用碎紙機攪碎晒，佢先唔會俾有心人執翻去拼翻出嚟。好啦，各位我最敬愛嘅朋友嘅，今日呢趟手機安全巡禮我哋就行到呢度啦。由廢除數碼身份證到刪掉小報告，再到管理權限，最後清理危險機密，呢4個步驟你都學識咗未啊？其實你會發現保護我哋嘅私隱，睇翻我哋嘅主導權一啲都唔難。佢需要緊唔係咩高深學問，而係一啲好奇心同警覺心。我哋呢一代人學識咗禁天做人，學識咗精打細算，學識咗人情世故，呢啲都係我哋寶貴嘅人生智慧。而家時代唔同嘅，我哋只係需要多學一個細細嘅技能，就係點樣做一個聰明嘅科技使用者。記住啦，手機係為我哋服務嘅工具，我哋先係佢嘅主人，唔好驚佢，要去了解佢，駕馭佢。就由今日呢4個設定開始，等我哋一齊抬頭挺胸，做一個唔會俾數據綁住，可以安心享受科技便利嘅現代人。如果你已經跟住我完成咗嘅設定，我邀請你哋下邊留言區認真啲為自己寫低我做主3個字，等我哋互相鼓勵，一齊為自己嘅數碼安全加油打氣。如果你覺得今日知行分享嘅內容對你同你屋企人有幫助，請你一定要俾個 like， 仲要分享俾你所有關心嘅人。你每一次分享都有機會幫到一位朋友避免私隱外泄同埋中招詐騙，亦都唔好忘記訂閱萬象之行，睇埋隔離嗰個細鈴鐺。我哋大家都要照顧好自己，下次再見啦。